今年的龙行空山节即将在25日登场。台南市长黄伟哲15日特别来到主场地虎形山公园，来向大家宣传，并预告精彩的展出内容。去年的空山祭造成了空前的轰动，那造成去年的空山祭也造成了万人空巷，所以我们在47天里面有总高达19万人次能够来这边，为我们总共只有3000多人口的龙旗，事实上造成了爆量以及惊喜跟惊艳。那今年我们更加审慎、更加努力的规划，能够让这个空山祭能够真正做出更多民众他想要的品质，跟他想要的这个不管是看门道或是看热闹都有了，都是适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更多的项目，那但是又有一些又怕有时候人太多会影响到观赏的品质，所以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分流人潮的分流。所以呢，今年的空山祭把展期从45天，从47天拉长到66天。今年是以大地回声为主题，来探讨人、乡土、都市甲偏乡之间的关系。不管是作品的数量，也或是规模，也拢比去年更加精彩丰富。希望会当再创去年的观光高峰。在2020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许多人从外面回来了台湾，返乡从一种比较不被察觉的事情，变成一种主流的思想。因此，这个返乡的主题紧扣着我们这次的主题“大地回声”，就是在讲大地的能量，它是永续发展的。龙行空山节去年首度举办，就受到社会大众热烈欢迎。主办单位今年改换购票立场，加上新的主题，期盼不只会当维持参观品质，更是为咱市偏乡地区创造新的发展空间，带动地区的发展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